再来看这新竹市呢，市区的停车位是无够使用的，所以市政府伫2019年是来定出自有车位的共享计划。也毋过到今已经6档的时间过去啊，煞一张停车证拢无分出去。另外呢，有人是认为讲这校园伫休困时啊，应该着爱开放互人来停车，才通解决市区这停车位无够的问题。也那市政府是表示讲，其实毋管倒一种方式，这安全就是上界要紧的代志。民众驶车伫市区踅来踅去，就是找无停车位。新竹市政府为解决停车问题，推出车位共享计划，不过计划推动6档，拢无人提出申请。民众指出，除了无其他优惠以外，安全是上重要的考量。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安全的问题，再来就是增加管理人员的负担。我感觉袂歹啊，若有机会我会走出去，毋过别做政府若会使阁有较侪补贴，比如讲税金会使较少的。我感觉安尼应该阁有较侪人会去来响应这个政策。过去6年，1张共享停车证都没有发出，透过各种停车设备的这个相关的管控的装置都能够大幅减少这个安全的疑虑所以我们认为市府应该把这个原本预计花很多钱盖停车场的经费用来鼓励民间来共享这个车位来达到双赢。交通处表示，因为民众主要考量社区管理甲安全的问题，所以咧推动上确实有困难。未来除了会继续推动计划以外，也评估加力开放校园，提供民众停车。民众及社区考量外侧进入到私人场域所带来的管理不便与安全疑虑。那市府呢也会持续来向民众宣导，共同参与共享车格的相关计划，会持续来盘点校内的停车资源，在兼顾学生安全与学校管理需求的前提下，来审慎评估开放的可行性。不过新竹市大部分学校停车空间拢是伫校园内面，因为大门无24点钟拢有人过来，所以后续兼顾学生安全甲学校管理，评估校园开放停车。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